唔講唔知，只有香港先至有嘅半山電梯獨特走向。香港有一條好長嘅電梯，就係中環至半山嘅自動扶手電梯系統，係全球最長擁有戶外有蓋行人嘅扶手電梯。好多遊客都會發現佢走錯方向嘅喎，即係例如要落山嘅時候就上山，要上山嘅時候就落山。呢部電梯唔係全天候雙向行駛，而係根據上班族嘅通勤節奏而有所改變嘅。每日朝早6點到10點，電梯會向下行駛，方便住喺半山嘅市民去到金鐘返工。上晝10點去到午夜就會改為上行。呢個反映咗香港極致嘅實用主義。喺狹窄嘅山坡空間裏邊，冇辦法容納雙向嘅電梯，所以城市嘅規劃者就決定以多數人嘅需求嚟到去決定呢個空間流動嘅取向，亦都就係話點解想去大館或者 PMQ 嘅遊客朝頭早一定要行樓梯嘅原因啊！